大家好啊，我係博博爸爸啊。今日嚟到少年宮站，就想帶大家由少年宮站行到去呢一個蓮花山公園。蓮花山公園地方好大，深圳地鐵有4個站都可以去到。咁我哋而家就教大家點樣去先。喺羅湖口岸過關嘅話，我哋會乘搭1號線去到老街，再轉乘3號線去到呢個少年宮站。如果喺福田口岸過關嘅話，我哋唔需要轉車，只要乘搭4個站就可以去到少年宮站。如果喺蓮塘口岸過關嘅話，我哋要乘搭200號線去到市民中心，再轉乘4號線去到少年宮站。如果喺深圳灣口岸過關嘅話，我哋要乘搭13號線去到後海，再轉乘11號線去到福田站，再轉乘3號線去少年宮站。中意呢條短片嘅話呢，可以俾返個 like 啊！覺得有用嘅話呢，可以分享俾你身邊嘅人。我哋係一條教佢嘅頻道，好需要你嘅支持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我哋而家開始啦，嚟到少年宮站之後，我哋就要去揾呢個 F 出口。F 出口，紅荔路北側。之後我哋繼續向前行，嚟到前面呢個位置，我哋轉右手邊就係 F2，轉左手邊呢就係 F1，我哋要去 F1，所以轉左手邊。之後乘搭呢個扶手電梯上返去地面。上到嚟地面，離開咗扶手電梯之後，我哋轉左手邊睇一睇，呢個位置係少年宮站 F1 出口。離開咗 F1 出口之後，我哋會靠右手邊行，前面會有一個扶手電梯，然後乘搭扶手電梯上去上面。離開咗扶手電梯之後，轉左手邊呢就會係書城，而我哋今次嘅目的地，我哋就會轉右手邊。一轉過嚟右手邊就係蓮花山公園其中一個入口啦。呢個位置係古榕廣場。我哋咁樣嚟蓮花山公園呢，喺香港過嚟搭4號線嚟到呢個蓮花山公園，呢個係最快嘅路徑。我哋亦可以喺蓮花山公園嘅南門入去。咁我哋去南門又應該點樣去呢？我哋返嚟呢個少年宮站嘅 F1 出口先。出咗 F1 出口之後，我哋會靠左行，會沿住紅荔路一直行，大約行4至5分鐘，都係一條直路。行到嚟呢個位置，見到前邊呢棵大榕樹，我哋就會轉右手邊，見到紅色呢個門就係蓮花山公園嘅南門。喺個南門嘅左手邊會有一個公園導賞圖，或者掃描呢個蓮花山公園嘅2維碼，都可以好方便咁樣得到公園入面嘅資訊。啱啱入到嚟公園門口呢，已經發現呢地方真係非常之大啊！拍攝當日啊，天氣呢真係非常之好啊！因為閒日嘅關係呢，人呢亦唔算話真係好多喎。喺一個大草原上面啦，有唔少嘅小朋友呢喺度放風箏，亦都會有人喺度買風箏，所以大家呢可以嚟到呢度先買風箏呢，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齊享受一下放風箏嘅樂趣。然後我哋再行前少少，就係呢個蓮花山公園入面最大嘅湖——蓮花湖，風景呢都非常之靚。之後我沿住公園嘅小徑上到去蓮花山公園最高嘅地方——山頂廣場，喺呢度可以飽覽深圳福田區美麗嘅風景。咁除咗喺度可以睇到風景之外呢，我哋望返轉頭，喺度亦都會樹立咗呢個鄧小平同志嘅銅像，亦都有呢好多遊客呢喺度影相留紀念。
大家嚟到呢個山頂廣場，記得揾返個靚位，影返張靚相，打返個卡。呢度呢，其實亦都會有唔少嘅位置呢，可以坐低俾你食返啲嘢，飲返啖水嘅。然後我就沿住公園嘅小徑行返落去地面，嚟到呢個風箏廣場。喺呢一邊呢，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草皮，可以俾人放風箏，亦都有人喺度賣風箏。地方好大，亦冇乜人，可以盡情咁樣享樂。之後我就行返去呢一個古榕廣場嘅門口，離開蓮花山公園。大家記得，我哋離開呢個蓮花山公園呢一個入口，直行呢，我哋就可以去到書城睇書。咁又介紹住咁多先啦。鍾意呢條短片嘅話呢，可以俾返個 like 啊！覺得有用嘅話呢，可以分享俾你身邊嘅人。我哋係一條教學嘅頻道，好需要你嘅支持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拜拜。